哇，原來去做運動都好容易惹上油㗎喎，連酒店都係一個高危嘅地方啊！究竟點樣先可以預防啊？萬一唔好彩惹上油，係咪一定要做手術嘅呢？會唔會自己好得返㗎？如果孕婦患上油，又會唔會傳染俾個 BB 嘅呢？如果我發現我朋友係生油啦，如果我同佢真係有直接嘅接觸過，係咪一定會病發嘅呢？嗱，咁樣未必喎，因為都係咧好多人咧接觸咗身邊嘅朋友，譬如我掂一掂佢粒油，或者掂咗 BB 一油咧，都未必感染到嘅。咁點解個人有啲感染到，有啲感染唔到咧？就視乎佢本身咧個抵抗力，其中一個因素。第二咧，佢皮膚表面有冇一啲細小嘅破損，咁都會影響咗佢有冇機會感染到油㗎。咁所以咧，如果真係咁好彩接觸到油嘅時候咧，最緊要小心觀察啦，就未必一定會病發嘅。我想問下咧，咁如果我哋生咗油啦，唔好彩，咁其實可唔可以唔理佢，等佢自己好咧，用自己嘅抵抗力去消化咗佢嘅咧？嗱，當然咧，有啲醫學文獻就話咧，有啲油咧，可能咧唔理佢咧，自己有機會康復啊，咁就好開心。咁但係就要留意咧。一般嚟講，醫生未必會建議佢等佢自己好嘅，因為我哋見到好多嘅情況咧，當你等緊途中咧，有機會自己好嘅同時咧，亦都有機會傳染咗出去。咁好多時候咧，我哋見到咧，好唔好彩啦，啲油咧傳染咗，唔係傳染俾自己咁簡單。咁好多時候咧，譬如小朋友手多多出嚟隻手，本身得一粒，咁摸嚟摸去咧變咗10粒喎。有陣時再搣下隻腳啊，掂下個嘴，連隻腳同埋個嘴都有油。咁而另一方面咧，原來油咧都有機會傳染性嘅。咁如果咁唔好彩，小朋友有嘅話咧，佢拖住爹哋媽咪嘅手咧，我哋都見到咧，無端端咁唔好彩咧，就傳埋俾爹哋或者媽咪噶啦。咁所以講，一般我都建議咧，如果嗰粒油你可以俾少少時間觀察佢嘅，咁你又俾可能幾個星期啊，或者月計。咁但係如果太耐嘅時候都縮唔到，或者開始有傳播嘅跡象咧，最好都係及早求醫，因為雖然話咧油就唔會有生命嘅危險，但係咧越遲醫咧就難啲醫得好噶啦。我想問下咧，如果孕婦啊唔好彩又生咗油啦，會唔會傳染俾 BB 嘅咧？嗱，基本上咧，如果媽咪或者孕婦有油嘅時候咧，生出嚟嘅時候咧，其實就唔會將粒油傳俾小朋友嘅，因為咧如果係依附咗手啊腳板底嘅時候咧，唔會接觸到嘅。咁但係當然，如果佢喺一個性器官上邊，可能喺呢個子宮頸啊，就有機會咧喺生嘅途中傳俾小朋友啦。咁所以如果有咩擔心咧，最好同婦產科醫生講一講聲嘅。點樣去預防生呢個油咧？嗱，預防生油咧，其實就好簡單，都係注重個人衞生嘅啫。咁其實大家都好小心㗎，又用酒精搓手嚟㗎，又成日洗手，其實已經係幫到好多手㗎啦。不過咧，就好多時候咧，而家大家都會常咧做運動同埋常旅遊。做運動嘅時候咧，當然係會係一個容易有油嘅一個高危嘅一個運動嚟嘅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其實咧好多時候有唔同嘅運動咧，大家注重健康咧，都係赤腳嘅。譬如可能打呢個泰式嘅拳啦，或者做瑜伽啦，其實都係有機會咧喺一啲公眾嘅場所感染到油。咁如果可以嘅話咧，好簡單。如果瑜伽嘅話咧，預期用公眾場所或者公眾嘅席咧，睇可唔可以自己買個席。而喺更衣室裏邊咧，亦都係好容易感染油嘅溫床嘅。咁如果喺更衣室嘅時候咧，最好帶定個拖鞋，就避免接觸濕隻隻嘅膠。咁其實都可以減少呢個感染。咁而旅遊嘅時候亦都要留意嘅，好多時候咧，啲人去到無論係一個好高級啊，或者去到邊一個好嘅國家或者邊個地方有酒店嘅話咧，都諗住個酒店好似好高級喎，好乾淨喎，或者5星級、4星級係唔會感染油。其實咧就未必嘅，因為咧視乎佢之前個客人腳板底冇油。如果佢本身之前個客人腳板底有油，佢傳咗落地下嘅時候咧，佢未必能夠徹底乾淨嘅。咁所以一般係建議咧，如果去到一啲咧呢啲叫酒店裏邊咧，就算佢地氈或者地板幾乾淨咧，最好都係着拖鞋，以免直接接觸腳板底。如果冇拖鞋嘅話，你可以着定啲襪，咁都避免腳板底嘅接觸。咁當然咧，有陣時咧見到啲扶手門柄 lift 仔咧，尤其小朋友咧，我哋都建議佢唔好成日撳嚟撳去。好多細個嘅時候，小朋友咧好中意摸嚟摸去咧，我哋都建議咧盡量少啲，因為少啲接觸呢啲唔同嘅公眾場所嘅扭掣咧，其實都可以減低油。咁所以最後咧，如果要見到啲油咧，一般嚟講我哋成日都建議啦，其實啲油其實絕對唔難醫，不過咧就係病向淺中醫。咩叫病向淺中醫咧？
越早醫咧，其實最容易醫。可能有啲疣咧本身可能幾個毫米或者再更加細啲，其實可能1、2次嘅治療已經好啦。去到後期嘅時啦，嗱疣咧就冇末期嘅，咁但係疣咧有啲真係好大粒或者好多嘅。我哋試過譬如扁平疣啊，或者普通尋常疣，可能幾十粒，甚至扁平疣可能幾百粒嘅時候咧，咁就相對嚟講就難醫治啲啦。咁所以一般嚟講都建議咧，預防就勝於治療嘅。咁我哋應該點樣去選擇係用邊一種嘅治療嘅方法咧？咁首先第一樣咧，又遇到唔同疣嘅治療方法。第一步咧係斷症先，因為好多時候咧有啲人咧以為自己係生疣，但係可能生雞眼，更加有啲人以為生疣，其實咧原來再嚴重啲，可能係皮膚癌症。因為有陣時真係好難分。如果你覺得唔係好清楚係疣嘅時候咧，最好揾你嘅醫生啦、家庭科醫生啦、皮膚科醫生啦或者兒科醫生等等咧去確診，因為確診咗之後咧能夠更加對症下藥。咁如果真係確實咗係疣嘅時候咧，當然有好多唔同嘅方法。咁有啲情況可能甚至佢好彩嘅，如果佢抵抗力好啲，有機會自己唔醫都有機會好。咁但係一般嚟講，我哋都係會處理佢。咁處理嘅方法咧，由最基本可能係搽啲藥水啦。咁好多市民諗住去出邊買啲藥水去搽，不過有啲藥要留意。一般咧去對付疣嘅藥水咧，都係有啲腐蝕性嘅。咁如果搽嘅時候咧，最好你要睇翻個說明書。面部最好冇搽，因為面部咧容易灼傷皮膚，有機會令到有皮膚有印啦，或者疤痕性嘅增生。咁另外咧，小朋友亦都特別要留意，因為小朋友嘅皮膚咧特別幼嫩。咁我哋基本上咧，如果佢哋啲皮膚咁幼嫩嘅話咧，未必適合小朋友。而用嘅時候咧，一定要有耐性，因為基本上咧搽啲腐蝕性嘅液體咧，就唔係一搽就會有效果。通常以月計，甚至咧仲再耐啲。咁搽嘅時候要留意翻，好多人咧諗住咧心急搽大範圍啲，搽單範圍啲唔會對個疣好啲嘅，不單止冇好處，反而令到周圍嘅皮膚都弄傷咗，咁就因而咧就越令到個皮膚咧越麻煩，同埋咧個疣冇好轉啦。咁除咗市面上買到嘅藥水之外咧，咁當然咧可以做冷凍治療啦。冷凍治療咧就有啲人就唔清楚係咩咧，係其實好簡單嘅啫，係大家細個嗰陣時可能讀化學都會認識嘅氮氣。氮氣咧佢本身係一個好凍嘅一個氣體，咁啊-196度係液態氮氣嚟嘅。咁咧好精準地噴翻落個位置嗰度咧，其實咧可以將個疣殺死。但係要留意，唔係一次過，一般嚟講咧都要幾次先能夠好翻。咁佢做完之後咧，其實而家基本上咧都好好噶啦，冇話復康時間。做完之後咧，就基本上咧可以如常翻學啦，或者如常做運動都得。咁但係要做幾次。咁因為咧佢係冷凍治咧，佢就唔會話好痛咧，就唔需要麻醉。但係唯一咧要留意，要做幾次嘅。咁除咗冷凍治療之外咧，當然而家咧有一個更加方便嘅方法叫二氧化碳激光。二氧化碳激光通常咧係做乜嘢疣咧？係啲叫扁平疣。因為扁平疣嚟講，一般嚟講都係好細粒啦，1個 mm 2個 mm，可能喺面部或者頸部。咁希望咧精準地將個疣剷除咧，我哋就用二氧化碳激光。佢原理好簡單，係用咧二氧化碳激光嘅方法咧，將粒疣氣化咗，從而達到治療效果。咁但係要留意喎，因為咧佢做嘅時候少痛，一般做之前咧就一定要搽咗麻醉膏先。咁做嘅時候咧一定要保持嗰個地方清潔。做完之後有個損口，而一般嚟講咧面嘅損口咧可能要5至7日先好翻，而頸啊身體嘅話可能需要1至2個星期或者更加耐先好翻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佢真係有第日有啲特別嘅場合嘅時候咧，就未必適合做啦。咁要預埋復康時間。最後咧復康嗰時其實都唔難處理，不過就要保持傷口清潔，因為如果咁好彩傷口化咗鹽嘅時候咧，有機會有印或者疤痕增生啦。咁咧除咗呢個冷凍治療同埋二氧化碳激光咧，傳統方法都有好多嘅。咁譬如可以做翻一啲叫電灼治療啦。電灼嘅治療嘅原理就係一個好高溫、好熱啦，辣死咗嗰個疣，從而達到治療嘅效果。不過要留意啦，而家就相對少啲人做，因為咧做之前可能要用麻醉膏，甚至打麻醉針。咁同埋咧辣嘅時候咧，有時會好難咧估計辣到幾深。如果辣得淺嘅話，未必將佢疣剷除；辣得深咧，就有機會有疤痕增生。咁所以而家咧，大部分呢啲電灼治療咧，好多時候都係用二氧化碳激光取代嘅。咁如果用咗辣嘅治療又唔得，用凍嘅治療又唔得，搽藥水又唔得，咁有二氧化碳激光都唔得嘅時候咧，我哋可能一定要做頑固嘅疣啦。頑固嘅疣一般嚟講咧，可能係佢本身可能有啲特別類型嘅疣咧，係對啲治療係相對難處理啲，咁可能就要考慮手術。咁一般嚟講咧，外科醫生咧就會咧將粒疣徹底割嘅。
咁佢做之前當然要打麻醉針啦。不過要留意翻咧，做完之後咧，相對嚟講要有一個復康嘅時間，同埋咧要留意翻有疤痕嘅威脅啦。咁所以基本上而家咧一般嚟講咧都係以冷凍治療或者二氧化碳居多。不過咧其他嘅手術治療咧都係會有機會做嘅。一般如果有嘅時候咧，醫生咧就會同你解釋翻唔同嘅治療嘅方案。咁當然啦，而家隨住資訊發達咧，其實個個市民都好叻㗎啦，一睇都知道有呢啲唔同嘅方案。咁醫生會同佢分享下啦，分析翻用邊種唔同嘅方案咧，個復康時間啦、收費啦，同埋邊一樣為之最好。咁其實真係每一個人嘅情況都係唔同嘅。咁可能佢本身係做一個演藝界嘅時候，佢可能唔可以有一個時間，可能要康復嘅，唔可以結焦嘅。咁可能有一啲冇咁創傷嘅方法。咁有啲人可能淨係得一次性嘅，咁可能佢跟住就話要離開香港去公幹嘅，咁可能有呢啲一次性嘅治療。咁所以每一個 case， 每一個有嘅情況咧，都有啲唔同。咁所以最好咧，如果有咩擔心啊，或者有啲咩希望咧、願望咧，最好同佢自己嘅醫生咧一齊傾一傾，或找出個最好嘅方案嘅。咁樣喺酒店房入邊，我哋點樣可以保護到自己呢？好多咧經營酒店人士都希望做到最理想嘅酒店，咁當然啦，我哋每一個細節位、罅隙位都盡量消毒佢。咁當然啦，好似嗰啲1:99嘅漂白水咧，其實絕對會有機會咧將啲有殺死。咁同埋咧仔細留意翻每一個角落頭咧，其實已經幫到手。咁當然咧，除咗酒店本身幫手之外咧，佢嗰啲用嘅設備啦，譬如嗰啲毛巾啊，定時換啦，咁跟住咧客人咧盡量提供拖鞋咧，都可以減低有傳播嘅風險㗎。生活無限係一個健康同醫療嘅資訊頻道，分享唔同嘅心理健康同營養運動嘅秘訣，亦都會邀請唔同嘅專科醫生講解醫學知識。記得 follow、like 同 share 我哋嘅 channel。如果有啲咩想知嘅健康主題，不妨留言俾我哋啊！